是20斤以下的小羊。这个是羊上脑，上脑的肉质比前腿的肉质要更细嫩一点，煮太久它也不会柴，性价比最高的一款肉。这样的呢，它等于是小腿肉更瘦，它要切厚了那就柴了咬不动了。小肋肉最香啊，比较爱吃肥一点的，羊肉味又重一点，那你就推荐它这个小肋。永远不要质疑一个内蒙孩子在羊肉上的专业程度。从小家里边养羊吃羊，这东西都习惯了。我觉得他们家就是比较的有创新意识。那如果要问创新之路上的巅峰之作，鱼羊鲜，何为鱼羊鲜？鱼羊加起来为鲜嘛。鱿鱼呢，它特别清脆，羊肉呢特别绵软。鲜鱿鱼跟那个羊肉坯子压在一起。既有羊肉的香味儿，又有这个鱿鱼的鲜味儿，然后有造型，有这个美感。口感不错，就是这肉就显得特嫩，就是鱿鱼的口感，但是它不腥，加了一个鱿鱼，多一点点鲜的感觉。秉承着没有科技全是狠活的创作理念，让曾经口袋拮据的学生们感受到来自2食堂的诚意。他家这个肉切得很薄，量也给得很大。可能2个人这种2个大盆可能差不多就够了。比较有特色吧，然后性价比也比较高，就是体现一个实惠，尽量让大家吃好。因为那时学生肚里油水少，半斤一盘或者1斤一盘。其实也是师兄师姐之前就